咁大家好啦，歡迎嚟到2026年8月嘅月會啦。咁我係柳 Sir 啦。咁我同大家今日講下喺網上月會嗰度講下月會嘅8月有啲咩活動俾大家啦。咁啊，首先嚟到老友記大事啦。咁其實大樓就新設咗一條電話線嘅咁嗰個新嘅電話號碼咧就會係34889986啦。咁其實咧就係俾我哋嘅長者義工啦，或者其他義工咧去同大家聯絡，大家可能開小組啊，提醒大家開小組嘅時候咧就會打俾大家咁嘅。咁大家就要記住呢個電話34889986啦，其實就係大樓嘅電話啦。咁呢個電話咧就只供打出唔供打入嘅。咁所以其他咁多位老友記咧，你想打電話過嚟咧，都係打返27029897啦。咁我哋講翻我哋嘅網上報名啦。咁其實咧，我哋就已經用咗一個電子化嘅報名啦。咁其實大家就可以去到用呢個二維碼去到掃啦。咁不過咧，我哋今次咧就新增咗少少嘢嘅。咁個界面咧其實都一樣嘅，就去翻活動及班組登記先啦。咁但係咧，去到有想要嘅活動咧，撳登記咧，咁其實咧我哋就會直接跳咗一個新嘅版面嘅。咁依家咧就係輸入你嘅中文名同埋電話號碼，就會做第一個嘅功能啦。咁第二個咧，其實咧大家就會見到咧，其實係有唔同嘅活動啦。咁你就可以直接撳報名啦。有幾樣嘢咧就可以撳報名啦嘅話咧，咁樣你哋就可以去到報唔同活動嘅名啦。咁樣啦，嗱，假設啦，你係想報4號活動同6號活動咧，你哋打咗自己個名之後咧，撳1號活動啦、4號活動同6號活動一次我撳晒就可以報咗呢3個活動噶啦。咁記得咧，撳晒3個報名之後咧，都要碌到去最下咧，撳確認提交報名啦，咁先至可以成功報名嘅。咁有咩問題咧，都可以試下去用下呢個新嘅系統去報名啦。呢個系統就可以便利得到大家啦。可以一次過報唔同嘅活動啦，唔使重複輸入咁多次嚟報名嘅。咁活動抽籤結果都係一樣啦。咁我哋都係會喺翻個抽籤日期咧，公開抽籤完之後就會擺喺壁報版或者 WhatsApp 通知你哋去到成功報名可以嚟交費或者參加活動嘅。咁留意翻我哋呢3個報名啦，一係就掃二維碼，一係就接待處報名，一係就打27029897啦。咁我哋就講下8月有啲咩活動啦。今次好，咁第一個呢個 A 嘅活動呢，就係防風有辦法啦。咁就係8月20號星期四下晝2點半到3點半嘅。咁有30個名額啦，喺課堂度搞嘅。咁我哋就請咗香港都會大學護理及健康學院高級講師朱燕文博士啦，嚟到會同大家講一啲都市健康迷思啦，例如關於中風啦，或者關於失血管咁樣嘅。咁就可以同埋教授一下正確嘅運動科學觀念同埋運動體驗啦。咁負責嘅職員就黃美雲姑娘啦。咁1號活動就係老玩樂團2026年8月啦。咁就係有8月18同25號星期二嚟嘅10點半到12點啦，就有12個名額喺電腦室嘅。咁就會同大家去玩一個叫做瘋狂農場啦、動手不動口同埋牛頭王呢啲嘅經典桌上遊戲啦，一齊去到訓練腦袋啦等等嘅。咁有咩問題可以問翻郭生啦。好，咁2號就係防跌測試啦，防跌風險測試啦。咁就有2節嘅8月13星期四同8月24星期一啦。咁2點半到4點半啦。咁其實咧就係俾大家咧去到用呢個咧去到測試同埋定期追蹤咧自己關於防跌嘅跌倒嘅風險嘅。咁就係2節嘅內容都相同啦。咁就只要係參加1節就得啦。咁有咩問題可以問翻劉生啦。咁第二個就健康管理嘅測試啦。咁就係用呢個健康盒子，我哋又叫 Smart Pulse 啦。咁都係8月13星期四同8月24星期一啦。咁有15個名額嘅。咁就用呢個3分鐘咁簡單嘅測試呢。咁其實呢，就可以去到知道自己嘅身體啦、精神壓力啦，最緊要嘅血管健康嘅狀況呢，就係一個初步嘅認識啦。去到留意多啲自己身體健康嗰方面嘅。咁我哋都建議每3個月去到半年呢，就正常一次定期嘅測試啦。好，咁4號活動啦。咁唔知大家有冇咁啱成日都會去翻大陸啦，去到玩啦。咁我哋咧特別都有嚟到一個大灣區睇樓嘅心理陷阱啦。香港都特別多，有陣時有騙案啦、電話騙案啦。有陣時睇樓咧，可能你見大灣區啲樓平咧，又有機會升值咧，可能大家都心喐喐，因為可能咧大陸嘅物價就冇香港咁貴啦。咁所以咧，我哋咧呢度咧就會特別去到8月13號星期四3點半到5點咧，就會俾大家去到覺察一啲唔察覺唔到嘅心理陷阱啦，去到理解一下咧投資嘅風險啦等等嘅。咁記得啦，呢個活動咧就唔涉及投資同埋置業嘅建議嘅。
好，咁5號活動就係夫妻點講先通啦，咁就講一個夫妻嘅溝通方面啦。咁就8月12號、19、26星期三同8月18嘅星期二下晝2點到3點半啦。咁就喺電腦室嗰度搞嘅，咁就收10蚊機啦，有4節嘅。咁其實咧就係咧，可能大家喺退咗休之後咧，老公老婆見面嘅時間多咗啦，有多啲照顧上嘅不便啦，或者會有陣時話出咗去玩唔同嘅個伴侶講聲啦，就會形成一個溝通嘅屏幕啊，咁所以令到咧啲資訊唔通啦，咁所以我哋咧就會去到多啲去講遊戲嘅用遊戲體驗去到理解一個溝通嘅技巧嘅。咁有咩問題都可以問郭生啦。好，咁6號活動就係健康講座，就係講膝關節炎嘅日常生活篇啦。咁8月12號星期三10點到11點啦，咁就有15個大樓名額同埋5個積福會員嘅名額啦。會員就免費，積福會員就扣60時分啦。咁其實就係理解一下，去認識咧一個膝部關節嘅退化啦，同埋日常生活困難嘅方法嘅。有咩問題都可以問趙姑娘啦。好，咁嚟到7號活動就係布袋球陪你玩啦，就8月11、18同25逢星期二2點半到4點啦，咁就有12個名額啦。咁都係一個義工帶領嘅活動啦，去到玩布袋球一個輕鬆嘅做運動嘅方法啦。咁可以揀1日或者揀晒全部日數嘅。係咁，8號活動咧就係清剪髮型屋啦，咁就係一個剪頭髮啦，有義工會同你哋剪頭髮啦，咁就係8月14號星期五9點半到12點，有25個會員名額同埋5個積福會員名額啦，會員就收10蚊啦，積福會員收15時分嘅，咁就記得啦，今次我哋髮型屋咧都係同以前一樣啦，就係唔可以指定剪髮嘅義工啦，要預先洗頭髮同埋只係提供單剪嘅服務嘅啫，就唔會有洗頭嘅服務噶啦。咁有咩問題都可以問翻趙姑娘啦。好，9號活動就係遊遍18區逃出新都城啦。咁可能新都城大家日行夜行呢，可能大家都覺得都係嗰啲商場啦。咁但係呢，其實新都城可能仔細去到觀察呢，其實都有唔同嘅好玩之處啦，或者你哋生活中留意唔到嘅方向嘅。咁咧呢個活動8月21號星期五呢，咁就係2點半到4點啦。咁就10個名額收10蚊，就好似一個野外定向去到尋找一啲我哋提供嘅暗語啦，你要去完成翻相關嘅任務啦，去到重新發掘呢個新都城嘅樂趣嘅，同埋驚喜嘅。咁有啲咩問題咧，都可以去到問郭生啦。好，咁嚟到10號活動就會員樂繽紛啦，咁就8月25號下晝3點到4點，有10個名額收15蚊嘅。咁就同大家玩下桌上遊戲啦，分享社區嘅時事同埋建立會員之間嘅友誼啦。咁嗰個月生日咧都會有神秘嘅生日禮物一份嘅。好，咁11號活動啦，咁就守護腸道從長計議嘅講座啦。咁呢個係關於大家留意自己嘅大腸小腸嘅常見嘅疾病啦、成因同埋治療同埋預防嘅方法嘅。咁呢個講座咧就係特別適合可能有啲長者可能食嘢食得唔係咁好啦，或者好容易肚屙嘅長者嘅。咁呢個活動就8月26號星期三10點到11點半，有40個名額喺美善居係免費嘅。好，去到12號活動啦，咁我哋中秋佳節就會喺9月啦，咁我哋都會提早有少少中秋嘅聚會俾大家啦，咁就9月5號星期六下晝3點到5點嘅，咁就由新生精神復康會嘅義工咧提供唔同嘅環節啦，同大家去到盡興呢2個鐘啦，就會包括有真假大話王啦、掟出彩虹同埋手工 DIY 一啲禮物嘅擺件嘅，咁記得啦，曾經即係無故缺席呢個新生精神復康會嗰陣時嗰啲義工嘅聚會咧，其實都會只會落咗後補嘅啫，咁可以問翻郭生啦詳情。好，13號活動啦，咁就係由午間音樂會，其實係粵曲嚟嘅，咁就係由我哋大樓一直以嚟都有嘅粵曲班嘅會員咧，同參加者咧，同大家去到共唱一曲啦。咁就係9月4號星期五2點3到5點半，咁就免費嘅。咁包括佢哋會唱嘅咩曲目咧？咁就係有大約7至8首啦。咁就宣冊歸天、鍾無艷、孔雀東南飛、官柳橫琴、望江流淺、結良緣同埋對花鞋，同傾國名花同埋蕭蕭錦江秋嘅。咁有咩問題都可以去到想聽粵曲啦，同埋中意聽粵曲嘅咧，都不妨拉埋啲好友咧去到報呢個活動啦。好，去到我哋嘅班組活動啦，咁我哋今期總共有7個班組活動啦。好，咁31號班組咁就山水畫班啦，咁就逢星期一嘅8月31號啦、9月7號、14、21、28、10月5、12、26、
月嘅2號同9號2點半到4點半18個人嘅，又收230蚊啦。咁費用唔包括彩色畫稿嘅。咁今期主要就係教中國山水畫嘅畫法啦、構圖同上色嘅。咁32號班組就係素描初階班 C 啦，咁就係逢星期四8月20、27、9月3號、10號、17、24、10月8、15、22、29嘅，咁就收160蚊啦。咁就唔包括畫紙，主要係教幾何嘅圖形嘅。好，33號班組咁除咗得初階就當然有進階班啦，咁就逢星期一嘅8月31號、9月7、14、21、28、10月5、12、26同11月2同11月9嘅，咁就係收上晝11點到12點半啦，咁有15個名額嘅，咁就收180蚊，唔包括畫紙，主要係畫動物啦、花瓶同生果，對比起之前嗰個嘅幾何圖形就係更加新，同埋畫實物多啲嘅。好，34號咁就係工筆畫師啦，咁就逢星期五9月10日、18、25、10月2、10月9、10月16、10月23、10月30同11月6同11月13嘅，咁就逢星期五啦，晏晝2點到4點啦，咁就收16個名額嘅230蚊啦，咁就唔包括彩色畫稿嘅，咁主要會教一個送畫小品嘅圖嘅。好，35號啦，咁就係西洋水彩畫班 C 啦，8月20號。8月27、9月30、17、24、10月8、15、22、29，咁就逢星期四嘅，咁就上晝10點半到12點啦，咁有15個名額嘅，咁會員收230蚊，咁呢一個咧係會包晒水彩用具嘅，咁主要就會去到畫多啲唔同動物啦、風景同埋花朵，用水彩去到上色嘅。好，咁36號班組咁就毛筆書法班 C 啦，咁就係9月11、18、25、10月2、9、16、23、30同11月6同11月13嘅，咁就10點半到12點半啦，咁有16個名額嘅，咁就230蚊啦，就包晒字帖，你哋要學寫嘅咩字嘅，主要係教唐詩300首嘅毛筆字嘅。好，咁去到37啦，咁就由我哋嘅粵曲班去到粵曲班嚟嘅，咁就8月21、28、9月4、11、18、25、10月2、9、16就逢星期五嘅，咁就11點到12點半啦，49個名額就收340蚊嘅，有9堂啦，咁就係學多啲關於唔同粵曲嘅唱歌方法啦，同埋歌唱技巧嘅。好，咁8月嘅活動咁就完啦，咁我哋咧主要就會去到下個月嘅月會，就係2026年9月7號9點半到10點半就係上晝啦，2點半到3點半就係下晝嘅，咁有啲咩問題咧都可以打翻嚟同我哋講嘅。係啦，咁我哋今次咧8月嘅網上月會就係咁多啦，咁我哋留翻下個月再見啦，拜拜。